退休人遊世界。今日食完早餐，欣賞完一段鋼琴演奏之後，去我哋呢個旅程嘅重點旅遊景點青春峽，唔係，係清津峽，唔係青春峽。再講一次係青津峽，唔好讀錯，青春峽。可能去過會青春啲呢。今日嘅路程比較遙遠，由酒店出發，大概2小時嘅車程，先至到達我哋嘅目的地青津峽。就等我哋沿途欣賞下新潟縣嘅稻田，兩旁嘅小屋。因為呢度近日本海比較多雨水，所以新潟縣嘅稻米亦都係非常出名嘅。大概過咗個多小時，到達我哋食晏嘅地方。呢一間隱世小館叫做楣羅館，主打西餐。由於實在太肚餓，所以 order 咗一份加大嘅海鮮燴意大利粉嘅套餐。終於到達我哋嘅目的地青津峽，呢度係停車場入口。先嚟欣賞一下入口附近四周嘅風景。呢一間係喺青津峽入口唯一嘅酒店，據講係溫泉旅館，價錢唔會好貴，不過喺呢度冇乜設施，交通比較遠啦。跟住沿住青津峽隧道，據資料全長大概750公尺，來回1.5公里嘅。隧道裏面有幾個觀光點，亦都擺設咗唔同嘅燈飾。行到隧道盡頭，終於嚟到好多遊人慕名而嚟打卡嘅景點啦。好彩，今日遊人並唔多。網上好多旅遊影片都係影人頭、人山人海。今日可能唔係假日，遊人唔多，可以任由我哋擺 pose， 任影唔嬲。各位團友盡地發揮，玩得好開心，冇人排隊，絕無壓力，自由發揮，自由創作。初時以為青津峽係防空洞或者係避難所，但係睇資料，原來係純粹一條觀光隧道，起嚟俾遊客觀光。歷史唔係好耐，喺2018年先係正式完成修葺工程嘅。隧道入口有個小賣部，可以大家買啲零食，買啲紀念品，留為紀念。雖然只係一條隧道，但係來回1.5公里，影下相，停留下，都要花個多小時。就嚟我哋靜心欣賞下青津峽嘅絕景。去完青津峽，我哋朝着我哋下一個景點嘅方向去，因為青津峽路程比較遙遠，回程需要個多小時先至去到下一個景點。不過沿途山下風景非常美麗，大家都唔覺得悶。只要準備好零食飲品喺車度，時間就好易過㗎喇。
話說清津峽四季有唔同嘅景色，有四季特色。途中團友喺唔同嘅天氣亦都嚟過清津峽。據佢哋講，呢次係最靚嘅一次，天氣最好嘅一次，亦都係最少遊人嘅一次。新食縣同清津峽都係我呢近幾年都想嚟嘅旅遊景點，因為路程遙遠，又因為天氣唔同嘅關係，當經到深秋嘅時候，新食縣已經可能落雪啦。今天好彩，感恩俾我哋留下一個美麗嘅旅遊回憶。差唔多到我哋下一個景點赤板山紅葉公園，又嚟一次欣賞下唔同地方嘅夜風。赤板山公園比起之前離燕公園嘅面積比較細，行咗一陣，我哋就開始揾我哋嘅晚餐啦。今天我哋準備去柏崎市一間鯛魚料理店，我哋 order 咗好多份鯛魚料理嘅套餐，亦有單點小食。最深刻印象嘅就係呢一煲鯛魚飯啦，大家團友食得好滿足，有一個愉快嘅晚上。